我叫我过去花莲，过去台北走一趟，我练一个吼，讲无。你饲你个世界来，伊个边仔，伊个边仔，伊个边仔迄个啦，资料夹啊。哦，伊个边，哦，唔知啦。资料夹。是啦，那个唔知啦。像那个左边那个。那个资料夹而且。迄英文的，弯。伊是浏览器啊。对。啊，伊是对一个，即个哦。哦，迄。USB 哦。随身的。还是对质量这个不是啦，USB 啦，不是。不然也本地有。对啊，你这个 USB 用啥啊？讲对一个啦。点点。是胜利哦。是胜利我都。哦，你台电脑的画面可以。迄投影机。我材料互迄个变质，我迄台修理了，到即摆无看见。投影机啊。对，投影机。用楼骹就都清啊。即摆到1年。还是有1年。无咧。嘛有小可啦。安尼有吗？小可啦。哦，安尼。有啦，你台电脑会问题啊。投影机啦。因为我迄通用我来就袂啊。哦，电脑。人师，各位先贤大德，大家晚安。晚安。或者没有准备那个培训的因为我礼拜要去花莲新村我用这个主题小可讲一下首先有咱感谢上天慈悲，多数风烛，子孙属母两位道大人的大恩大德，加上咱好老前人的五代医生，咱前人、副前人、天文师苦心的栽培，用心的教育呢，所以互俺呢靠搁一处有这个机缘来这庄严的佛堂，以诸位前人大德教学，不过互我在所欠的，对真理。天道也无有真深入的研究，所以呢，要报告互大家呢，考件有所不足。不过呢，互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呢，有咱准备着一个题目，要来参诸位前人大德教学。如果若在报告的过程当中有所差错，还是有所不足的所在呢，盼望咱诸位前人大德甲互我。支持加包容，这是互我衷心所盼望的。互我准备的题目叫做咱要如何培德立业。所以培德立业呢，当然咱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往往拢有业。立业的当中，咱要去认识是啥物业？业伊阁有分性业甲凡业。咱要哪去培养着咱的性业，要哪去了脱着咱的凡业呢？这就是互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所以过去呢，阮呢曾经甲咱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为什么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就是一切咱世间上所有的物件。当咱100岁年老，咱拢无法度找到任何一项，唯有业会当对得着咱的身躯去，因为业当然有分善业甲恶业啦当然拢包括伫业内底，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伊就是咱一个人无形的财产，不管你对伊到对，伊就是对你到各位啊。所以伫佛经呢，佛曾经讲一个故事，来个甲咱做一个比喻就对啦。伊讲有一个好业人，伊娶了有4位太太，因为咱知影讲较早好业人拢娶足侪个太
啊，所以有一间呢，当伊知影讲，伊身体无爽快，啊，得到了绝症。哦，伊搁伫即个世间上呢，搁活呢，人讲搁活无偌久啊，就对啦吼。所以伊心肝内咧想，我娶了4位太太呢，有一日呢，我若死去呢，若有一位太太会当陪我去呢，去照顾我，去奉陪我，毋知要偌好个对。所以就利用了一个机会呢。向伊即位第4夫人上水搁上少年的第4夫人，甲讲即件代志就对啦。想袂到即个第4夫人呢，就一喙一口就跟他拒绝了对，一喙就甲拒绝，而且口气嘛无足好了对啦。伊讲我搁遮尔那少年。哦，我搁遮尔那美丽青春，我较有可能对你去阴间去奉陪你去照顾你。哦，啊伊就足失望啊，足失望，只好搁向第3夫人提起即件代志啊。啊，第3夫人伊嘛一喙就甲拒绝啦，并且嘛讲啊，你老爸遮侪财产呢，我着拢还袂享受着的，我着拢还袂。去享受着你老了这财产，我较有可能参你去地府陪伴你就对了。哦，啊伊嘛足失望啊。搁再一次甲即个第2夫人讲，那么第2夫人呢，煞人爱讲心有余而力不足啦。伊讲呢，当你若死的时阵吼，我若会当去你的墓顶呢，甲你祭拜呢，啊，你就袂歹啊，就对啦。哦，你搁想要不嘛讲我参你去地府陪，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吼。啊，即摆伊嘛足失望啊，只好向伊即个大夫人，哦，参与足久，但是伊搁无啥介意的大夫人，伊搁甲问，但是即个大夫人呢？煞一喙就甲答应讲，好，我参你去，地甲尽管是足恐怖，我嘛要永远随着你，无爱搁离开你啊。哦，当然咱会去听着佛甲咱讲即个故事，要互咱会当去体会，哦，会当去互咱体会，人生当中咱所拥有的4项物件。拄参即4位太太呢，拄上密切就对啦。即4样物件，第一，即个4夫人呢，第4个夫人就是咧甲你讲咱即个肉体，咱即个身躯，哦，咱即个肉体身躯，伫世间人所喜爱的、所追求的，拢是即个肉体。哦，你啊看一般人啊，拢咧。为咱即个肉体咧无用尔嘛，哦，为咱即个肉体咧走走尔嘛，哦，所以你也看一般人拢追求保养啦、养生啦、运动啦，无非就是拢爱咱即个身体会当搁较健康、较健全，会当活较久的。但是呢，等到有一天，咱即个身体袂用一啦，要安怎？就是。无法度啊嘛吼，袂用是就爱往生啊嘛吼。所以人来讲咱人若死呢，叫做过身啊，过了一个身躯尔嘛。所以呢，咱顶摆听迄个伦理课谢讲师咧甲咱讲，咱人呢若死吼，敢若2条路尔，一条就是用烧的，啊无一条就是用大的。迄就是咱的肉体嘛吼，咱的肉体死就是2条路尔嘛，一条就是毋是用烧的，啊无就是用大的尔嘛，吼。那咱伫台湾是拢安尼啦吼，啊所以即个肉体呢，伊袂当随着咱会当去另外一个世界。人讲咱伫即个世间，生互土，食伊土，最后嘛爱归伊土啊。
所以咱世俗咧讲，咱人啊死了爱入土为安嘛。哦，这是咧指咱即个肉体。哦，那么第二就是咧讲权势名利，即个第三方面就是咧讲权势名利，因为咱自少年拍拼到老，拍拼到一世人，老了才会钱财权势名利。但是这个物件呢，敢会当互咱带去另外一个世界享受呢？无可能嘛。哦，因为咱咧讲世间钱、世间用、世间若无大就无路用嘛。所以呢，咱留下了遮济个钱财权势，咱嘛无法度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享受啊。所以呢，即马上界流行的，就是有一句话讲。